槓桿、借貸、融資係近期市場討論度高嘅關鍵話題。韓股經歷咗連日嘅熔斷暴跌，媒體鋪天蓋地都係爆倉嘅報道。AI 產業鏈亦都由早前美股龍頭嘅調整蔓延到去底層嘅硬體供應商，因為市場開始質疑未來行業實質增長，嗰啲被高槓桿產品推高嘅股份，淪為被市場拋售洗倉嘅對象。韓股係全球槓桿參與度最高嘅股市之一，缺乏嚴格嘅風險監管，投資機構同埋投資者唔受節制咁樣去借貸，將股市有如賭場咁一樣，人人押上冇明日嘅人生，只係為咗種地一搏，實現階級跨越。而呢個現象唔淨係出現喺韓國，全球金融槓桿水平早已經係處於歷史新高。雖然係咁，但係我想強調，用槓桿做投資絕對唔係錯誤，更係金融體系提升資金效率嘅催化劑。不過真正問題咧，唔係喺工具，而係使用者嘅本身。富人嘅財富累積絕大多數都係嚟自於資產，而唔係手持現金存款，因為只係持有現金係冇辦法帶嚟增值嘅。隨住時間嘅流逝，現金嘅實際長期購買力更加係負數。坊間上有唔少嘅財務書都會教人唔好持現金，更加應該去投資保護未來購買力。呢種觀念同埋邏輯完全正確。富人比一般人更加中意借錢，用人哋嘅錢去幫自己賺錢。過去40年 S&P 為例，扣除咗通脹，長期投資年化回報率係6至12%，只要攞得到年息低於6厘之下嘅融資，富人都樂於去借貸。不過富人嘅借貸多數係以資產抵押獲取低成本嘅流動資金，槓桿率通常維持喺30% 之下，而且喺背後有龐大可以套現嘅資產緩衝，幾乎係極難觸發強制平倉嘅情況。散戶嘅借貸伴隨嘅係高利息，相比翻富人借貸嘅目的係套取流動性同埋稅務安排，散戶借貸更加傾向係賭博型嘅需求，極度渴望放大短期波動，博取階級跨越機會。造成呢一種嘅現象係嚟自於散戶嘅貪婪同埋自卑。富人同散戶嘅差距，除咗係資本實力，更致命嘅咧係資訊差。富人要攞到資訊，好多時係從 private bank 嘅高級經理或者係專業服務顧問直接對接。銀行掌握住市場第一手嘅資金流向，金融機構好多時都要透過第三方取得資訊。其中今日最常用嘅就係 Bloomberg 嘅終端機，不過數據都係較銀行滯後，更加唔好講話去到散戶手裏邊啊。過程已經唔知經歷過幾多手。當今嘅投資風氣就喺網上分享投資心得，有晒自己嘅對賬單。人嘅貪婪亦容易引發比較同埋扭曲嘅心態，睇到人哋喺市場賺大錢，散戶就會陷入落後焦慮，跟住就投入根本就唔適合自己嘅高風險產品。特別係曾經係試過借錢又贏過嘅人，呢一種嘅幸運成分佔比更加多嘅勝利咧，係令到散戶泥足深陷嘅毒藥。喺正常情況下，機構都有嚴格嘅風控守則，規範住持倉同埋限制槓桿比例。但隨住衍生工具變得更複雜，機構如今係冇需要進行大額嘅融資，已經可以透過高槓桿金融工具達到同等嘅效果，甚至乎大幅降低融資成本。不過係咪代表住機構唔需要再借貸呢？答案當然唔係，正因為工具更加多，同行之間嘅績效競爭變得更瘋狂。以往操盤人做到年回報12%，略為跑贏指數已經滿足要求。而家同行之間槓桿化，即使24%嘅年增長亦都只係行業嘅合格線。投資者對回報期望更加拉高到去要短期高雙位數，甚至乎係倍數嘅級別。從理性基金管理嘅角度去睇，呢一種已經係偏離咗合理期望範圍。但基金經理要維持住營業額，而客戶又願意簽落承擔高風險責任聲明，錢係客戶自己嘅，基金經理自然更加願意放低以往嘅限制，進行中取高風險投資，而贏得更多。對 fund man 同埋操盤人嚟講， commission 同埋 bonus 亦都係分得更加多，根本就冇唔中取嘅包袱。至於散戶嚟講，參與投資市場嘅渠道增加，門檻降低，交易平台可以同時買賣多地嘅市場，質押股份借貸容易。舊時代證券行做融資係限制多，又要做審查財務背景，又要評估投資人嘅承受能力。而家交易平台電子化，槓桿冇以往嚴格，散戶可以輕易咁做到2至5倍嘅 margin。
再加上坊間鼓吹投資指數基金，以管理費低，既係做到分散投資，又能夠長期成長增值作為賣點。即使係著名投資者巴菲特亦都公開表示過睇好長期 S&P 500嘅走勢，但資訊傳到去散戶就會被錯誤咁解讀同埋扭曲演繹，以為買指數基金同埋 ETF 就係安全，所以出現更多人去用槓桿買入產品，但係就冇人話俾散戶知呢一啲嘅指數基金同埋 ETF 除咗升跌風險之外，即使係掛鈎咗一籃子資產，若然管理公司因為財務倒閉，相關基金同埋 ETF 扣除受保障金額以外嘅價值都可以等於零。機會雖然低，但係唔係完全冇可能。一旦發生黑天鵝事件，再加上槓桿同埋借貸造成嘅連鎖反應，毀滅性絕對唔輸於任何一場金融危機。股市喺歷史長河上都係長期上升，但過程亦會出現股災。有唔少人會用投資係長期持有嚟包裝鼓吹持續買進嘅信仰，但真正對散戶最大嘅挑戰唔係幾時買入，而係買咗之後根本就唔識幾時有離場。特別係冇經歷過往歷史股災嘅投資者，對上稱得上係大型金融災難已經係08至09年嘅金融海嘯，距離今日已經超過17年。喺呢17年嘅時間，股市出現20至30% 嘅修正次數極少，而且每次嘅下跌好短暫就被強力收復，原因絕大部分都係短暫嘅消息引發市場動盪，並唔係金融底層泡沫爆破。一種短時間嘅修正，幅度越跌越少，維持嘅時間越嚟越短。一種跌完好快就重上嘅肌肉記憶，雖然被市場演繹為股災，久而久之越嚟越多人對跌市麻木冇感，甚至乎吹噓跌市就係市場提供折扣，養成越跌越敢加注去買入嘅傲慢心理。如果純粹係本金嘅投資，最壞結果就係本金上嘅損失。但係對於未曾經歷過真正股災嘅投資者，槓桿投資造成極難逆轉嘅結果係毀滅性嘅打擊。喺持續上升嘅情況疊加槓桿，最容易誘發就係過度自信嘅槓桿過度行為。特別係過去多次跌市喺20% 嘅水平就翻轉頭。歷史上嘅所有股災喺爆發前一秒，成個市場都係依然歌舞升平。就好似近期韓國股市，過去2年嘅時間，大盤指數升超過3倍，Samsung 同埋 SK 海事升幅更加驚人。最後大盤從高位下跌40%，兩隻嘅個股從最高重挫超過1半。理論上唔應該引發過分嘅恐慌，但事實上呢一次嘅下跌成為全球媒體嘅焦點。原因唔止係韓國喺跌市嗰陣加保證金同埋去槓桿，更重要係真實咁樣呈現咗過去贏咗幾多啊！只需要跌一次就足以令到投資者輸光所有，甚至乎因為借貸投資背上高額負債。以前有個前輩曾經舉出一個說明：散戶總係越升越買，升得越多，追加嘅注碼就會越多。只有少數人會喺市場低位買入咗之後唔再加注，而喺股市不斷追逐越升越買嘅狀態下，最終出現嘅市場結果就係通常最大注咁去買嗰個都係高位。過去無論贏幾多次，只需要一次無預警嘅去槓桿暴跌，就足以將過去投入嘅注碼同埋利用輸晒賠光。就好似而家韓國投資者正喺度發生嘅嘢，去槓桿造成嘅連環斬倉活動，引發更大規模嘅人踩人拋售，而且唔會係一次就結束嘅。第一次洗走嘅係無力補倉嘅散戶，第二次嘅下跌先係真正造成恐慌情緒，因為呢個時間洗走嘅先係嗰一批自以為有力補倉，甚至乎加注留底嘅自送者，佢哋嘅搏反彈，為機構同埋大戶提供絕佳嘅逃生門，最後成為被清算嘅肥料。縱觀整個富豪家族、機構、基金到散戶，每個層級都喺度用緊槓桿。即使喺我自己嘅投資上，同樣都會用槓桿，但核心係槓桿比例上點樣去配置。槓桿唔等於資產，佢哋只係代表住一個短期嘅機會成本。槓桿產生嘅成本唔淨係只有利息，更加係將風險隨住時間而呈曲線上升。使用時間越長，危險性越高。對散戶有利嘅槓桿使用方式，唔係喺抄底摸頂嗰陣去加槓桿，而係喺市場趨勢明確嗰陣，作為短途嘅加速器。試諗一下，如果你係一個長跑運動員，喺運動場上，你會喺直路加速啊，定係彎道加速呢？加速意味住短時間嘅爆發輸出，爆發過後就會速度回落，亦即係經歷咗短暫嘅槓桿嘅直路之後，就需要撤回槓桿，唔好俾自己長期暴露喺高風險之下。
總結嚟講，槓桿只係一種金融工具，真正害死投資者嘅係自己濫用同埋貪婪，贏再多次都唔重要嘅，只要係做錯一次遇上黑天鵝嘅清算，已經可以無本翻身。我係 Lockin，加油！